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你覺得邊一刻先係最重要？人冇可能每一步都行得啱，唔使回頭望，因為已經翻唔到轉頭，亦都唔好怪當時嘅自己。而你企喺未來睇而家，只會有更大嘅無奈感，因為聽日同意外唔知邊個會嚟先。你唯有可以做嘅就係珍惜當下。你要信，你行過嘅路、遇到嘅人、留低嘅遺憾，絕對唔係偶然。無論最終帶俾你嘅係傷痛、係教訓、係一剎那嘅感動，最終都係會教識你一啲道理。遇到一個人係因為有債要還，佢離開啦，係因為債已經還清。呢個就係天地間嘅規律。以前嘅所有都係因，而家嘅一切都係果。緣分嚟咗又走，走咗又嚟，欣然接受，你何必為呢啲事而煩惱呢？盡咗力之後，得與失就係睇緣分。有時放過自己，先係世界上最好嘅放生。關注我，我係曉嵐老師。